社会大小事来看，苗栗的头份发生着集体霸凌的事件，三个高中生轮流甲一个女学生扇嘴皮，讲这是两间无共学校的学生因为感情来起纠纷，整个过程拢弄影铺就网。教育处是来呼吁，唔通阁来转传这个影片，才袂让学生受到第二届的伤害。穿运动衫的高中生向派册包的女高中生扇嘴皮。再来穿外套的女高中生，嘛换过来向派册包的嘛一直扒。被拍女高中生徛定定，互人拍。三个动手的高中生一面拍，搁一面耍，当时边有人摕手机咧录影，搁无人阻止，甚至将影片传到网络。执行网络巡逻，主动发现后，即联系学校及相关学生与家长陪同下，至本分局说明案情。经了解系感情纠纷所致。事件发生的地点伫苗栗头份，警方根据线索找到高中生的学校，嘛通知校方甲教育处。教育处表示已经介入调查，嘛呼吁莫阁转传影片，避免学生二次伤害。